来关心桃园阳明的文化街，伫早暗一间透天厝导火烧，住伫内底7个人是即时赶紧逃生。过程中有一个查某住户跳去1楼，所以受伤送病院。虽然即马火已经拍花，不过导火的原因也在调查。 伫暗暝大火一直冲出来，规栋厝都被烧了了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又出真侪条水线来拍火。为确认是毋是有人受困，会用推啊进入拢是乌烟的火场。拜日暗时，伫桃园阳明区文化街一栋5层楼的透天厝，雄雄冲出大火，好佳在住户闻到臭味，赶紧逃出来。不要担心，是我要小的，我来不及。 注意他，结果有我有看到在楼上，还好他有出来，他没出来我怎么办？然后根本进不去，那个烟大到根本。更加乌烟也惊动周围的住户，厝边徛伫巷仔内底，烦恼火势可能继续燃烧。好佳在厝内7个住户拢及时逃生，不过有一个女性住户因为畏悬的所在跳到1楼的回部逃生，无细致受伤，送去治疗。 消防员抵达现场时，1楼冒出大量浓烟，经抢救后，7名民众均已顺利救出。到底火是安怎发生的？初步怀疑可能是2楼漏水到1楼，靠电线烧拍电甩去拖到规栋厝。2楼漏水漏到1楼，可能刚好屋顶的水滴到那个电器用品，然后延长线之类的，然后造成走火。然后1楼可能易燃物比较多。好佳在伫半暝11点顺利拍花。 一家火龙平安，真正的导火原因，也搁爱等火调科人员调查，财损也爱等估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